Galaxy 於廣州舉行一年一度嘅 Galaxy GPU Party， 名為2011年影詞 and NVIDIA 嘉年華。除咗設有超頻比賽以及提供遊戲平台俾參與者暢玩之外， Galaxy 更展示出多款2012年即將推出上市嘅產品，當中包括多款繪圖卡以及即將進軍市場嘅 SSD 固態硬碟同埋電源供應器。今年嘅2011年影詞 and NVIDIA 嘉年華場面十分熱鬧，據大會指出，現場邀請咗超過3000名參與者一同玩樂。現場設有多個活動環節，產品展示區除咗展示最新嘅繪圖卡、WHDI 方案以及為超頻而設嘅 OC Panel 之外，仲加入咗2012年即將上市嘅 SSD 同埋電源供應器產品，包括 Laser AT 60GB、Laser GT 120GB、Laser EX 240GB 三款主打 SSD， 以及採用 Galaxy 80 Plus Go 電源器等，意味住 Galaxy 除咗針對繪圖應用之外，未來將會有更多元化嘅發展。同時，現場設有多個遊戲區，俾現場人士即場進行遊戲對打。其中較受現場人士歡迎嘅，為採用 Galaxy MDT 多屏系列繪圖卡而成嘅三屏幕遊戲平台，利用高解像度嘅三屏幕顯示方案進行賽車或者射擊等遊戲，令到遊戲玩家喺遊戲時得到更逼真震撼嘅感覺。此外，每年重點環節之一嘅超頻比賽，有別於過往以多支頂尖超頻戰隊組成嘅極限超頻大賽，今年改為舉行超頻新星極限超頻爭霸賽，令到更多超頻愛好者一顯身手，同時更藉此發掘出更多超頻新星。當然，極限超頻亦唔可以缺少，大會邀請包括 Team Hong Kong Centralfield 以及多支國內頂級超頻戰隊進行表演，從而分享更多超頻技術同埋樂趣。